金曲歌王萧敬腾，老萧近日和天王周杰伦一搭一唱，先是老萧买精品，周董抢着买单，结果发现金额居然接近30万。老萧昨晚24日又在 IG 分享两人的私讯对话，仔细一看，老萧居然称呼周董为歌中之歌，引发热议。就连天王本人都好奇究竟是什么意思，调出老萧来解密。老萧昨天在 IG 贴出他和周杰伦的私讯对话，仔细一看，截图中周董的名字居然是歌中之歌，不仅引起粉丝讨论，周董本人也留言表示，我比较注意的是，你帮我取的名字歌中之歌是人中之人的意思吗？没想到老萧看完秒喷笑，表示噗呲，其实是为了 PO 改的，想知道你的本名吗？对此，偶包超重周董又回复，你先私信我先看名字好不好听，好听再跟大家说。逗趣对话再次让粉丝笑翻，直呼你们太可爱了吧！真实备注名字会不会是小公举？萧3岁跟周4岁，歌中歌和地中地。